今天是奥什国立大学建校80年的喜庆的日子。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新疆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奥什国立大学表示热烈的祝贺。有道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兄弟。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坦，推动了中吉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两国各领域合作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日益频繁。2013年，在中吉两国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师范大学和奥什国立大学两校合作建立了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是中吉友谊花园中绽放的一朵文化交流之花，成为了两校两市两国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自揭牌之日起，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便是一所拥有本科学历授予资格的示范孔子学院。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文化活动、特色及创新项目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这些成就离不开奥什国立大学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我们衷心感谢奥什国立大学为孔子学院建设与发展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建校80年来，奥什国立大学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与此同时，取得了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为吉尔吉斯斯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今天，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再次代表新疆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向奥什国立大学表达最美好的祝福。祝愿贵校各项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愿我们两校进一步加强教育合作，共创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事业美好的一天。最后，祝愿中吉两国人民友谊长存。